讲到咱的中央银行进前是雄雄升息半码，加上这电钱即马要起落，通货膨胀也有可能会改变。不过大经院认为，这对今年经济成长率也是影响是真有限，是乐观的认为讲也是有3%以上。另外，美国这制造业的营业的气候点呢，连升3届，创下23个月以来新高。来讲到这营建业的方面，因为因欠工加上伤碳费等等的因素影响，也甲连续3个月拢企业局势规个打动。为着减少国内通货膨胀预期的心理，中央银行日益向出手，宣布升息半码，加上4月份电钱要起，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会得力加悬，外界烦恼会冲击整体的经济。不过，大经院认为讲，中央银行升息的警示亲像咧打动啊。不过，对今年经济影响是非常有限，要是乐观预估，今年国内经济成长率要有到3%以上。到我们的股市红彤彤的表现得这么的热络，这时候央行即使升息半码，对于整个经济冷却的程度，就像烧了一把大火，你只拿一把水枪喷2滴水，其实效果并不大。今年2月份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有去照照啊，增加幅度差不多是平平啊。创下23个月的新高，全球终端商品需求渐渐回温，制造业对未来半年景气的表现看法是转做乐观。服务业测验点虽然持续降低，不过落幅度有限。因为营建业面临欠工，也有开始扣碳费等等的因素，继续进行连续3个月起的状态，转做有落。公共工程的一个新案，它在启动规划的一个这个计划的一个步调，在2月份是稍微比较缓慢一些，那么所以也相对影响到在2月份呢相关营收的这一些厂商它的一个表现。排除季节性的因素，今年1月到2月份，六都建物买卖转移的数量年增率有到40.1%。显示出现头一届买厝家己大买盘通货膨胀预期的心理。虽然升息半码，以贷款1000万30年期来行，每个月增加负担的金额差不多是631块。对排贷款的人来讲，负担是小可增加。不过，大经院认为讲，在申请按政策、承诺补贴利率的情形之下，刺激头一届买厝的人的效应，要是会持续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